冲爱去甲迄爱其实唔系动油吃心给你，虽然看起来吃到动油吃心，但是爱说也系炸吃心的嘛，炸衣来吃，炸衣来吃心嘅，因为爱吃到有上是安尼像艺术人吼，艺术家。怎么有人去甲粉去甲黑衣生影？哎呦！艺术家就是懂得跟小剧场，错吗 ？drama， 冇错。像你比方讲，哎，配音讲嘛给时间，你就会对其他都冇痴心。尤其那些第一，唔系舒适圈，就是佢上分的素材，把他给事情就都冇痴心爱用。哎，有东西，如果你上了那个上粉的收藏，因为熊力熊该，这种天哪，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办？嘿，负面想法就懂了。就是想我是谁，我在哪里？什么时候可以回家？有最近那种真条，千万要去一本欣赏看，哦，哎，可以要看失智症专科。你用三出看一款欣赏。因为像搭班啊，我记听事情嘅时间，啊，就有些人无干无啥，安尼咁好咧。快是用用笑笑。系啊，安尼会唔会抽成配音嘅唔爽快啊？韩国人啊，又系双鱼座，双鱼座就会上动动，动动嘅洗脚床就起家啲咧做戏穷用，嗰人啊搭班就会问，白强啊，做讲安尼较好，还讲安尼较好咧，白强就讲安尼较好，还有我从太起家看到我每一集戴的耳环就会太起家掏出来。哎，前面应该你睇呢個老奶嘅sản婦有搭到嘛？有搭到嘛？睇下嚟看一下，也是咧，係牙種骨掏出嚟嘅。嗰時眼做講應該係冇痴心啦，我咩有人講啊，就係上鐵道咧。不假使眼當有痴心嘅幫啊，還是要上按度嘿。整體來看啊，眼做眼應該冇痴心嘅人啦。有相信為上東上西嘅，上理上界嘛。哇塞，我天哪！我今天講假使應該研究，連研究是做在冇痴心哦。研究應該兩個。講其實你都唔會托嘅，其他擺去甲托嘅，我就講，哎呀，咁真你是好。你看，你就會很有好有嘅欣賞。我非常婉轉的嘛，那些自己都托，因為其實你就托出來就完全係。冇丟搭，只有自己偷嘅，就會 end 好，冇問題就掛。啊，松拜咧有一個理論就講啊，係冇偷自己偷嚟，係偷出嚟佢就啱冇一帶嘅。三句法，哎，不錯呢，咪做得親密上映，他的眼光是走唔得概念。跟住就會問機險咧。好啦，你唔愛像原正強用啊，是會比較凶啊，哎，愛按用英講，係唔係做得會唔會平因為？誤會講啊，意思係嘛？該是腦袋中沒有寫劇從該轉啊，係應該沒人用。雙魚座哈，水象星座。哎呦，三角形啦哈。現在是什麼意思？反過來打三角洲啦。要去跟他講啦哈。他找唐啟陽老師來，來分析他。有點搶機械人自家從細到大用版型的培養自家的事情，要講讀到那條事情，我也不能知道哦，愛做的。我終於有我出頭天的一天。有，就是當然係講，家下同佢講，愛嘅嚟做，算係一個啊，算係機械算一個啦吼。嗰係有一個係就係講上癮嘅部分啦。拼音 C 文字。哎，已經厲害，這裡比較認真。小夫，跑步，冇來啦，係差唔多係為其實我啲戲劇好演嘅時間，嗬，我衝強其實咩唔會唔好聽，咩唔會走音愛用，嗬，其實都算做得就平平愛用。但是像家下自己好幾個嘅，一出嚟嘅時間就會發現，原來衝其他嘅歌曲係完全冇強用嘅。嗰種呢，係個藝術家會衝乜嘅時行嘅歌曲，我藝術會當冇詞性，係完全係冇詞性，因為藝術是種很怎麼講啊？就是扭扭秀秀，杠杠雞雞，杠杠雞雞愛用，不是會非常什麼嘅鬧嘅大對台，係其他版本嚟幾分好嘅，佢就可以唱歌，不是我一下開始唱了，來。拍謝，啪給謝，啪給謝，尷尬了 ，OK， 尷尬了。我也尷尬，我再唔係阿英準來唱。你來唱嘅時間跟麥給一個分衝一半，衝一半，靠聽哈。冇啦，我怎麼敢你家係有發準時給你呢？因為嗰陣時就非常幸運，就有碰到客家天師台台北高數嘅，係也出去。跟其實大家就提到講，哦，就也出去地方都有當到動厲害嘅演員啊，佩嘉啊，還有莫子儀，全部都動厲害。還有愛嘅咩？動厲害？沒有，但是當然是我們不同家人，對。你睇楊小
料理的露台嘛，我迄配家的妹妹啦吼。古时候呢，嗰陣時我長到嘅現場啊，我就第一擺去按正式嘅按用嘅天使卡。我真係當緊張，就緊水準，後來我就看到很厲害嘅演員，大家又懂上分唔熟悉嘛，嗰時我就非常的強。之後我去甲多做去上嘅時嘅，我就感覺講，我就係因為冇刺激，嗰時候啲現場嘅時節，我嘅操控就唔好，我就老去甲看到動西咋。像你講按西咋，係嗰時候呢，我感覺我嘅表現啊，我嘅操控啊，我嘅情緒啊，全部都唔係拿出我最好嘅用上。嗰時候我感覺出體非常大眾，也在機會之外，可能呢，佢沒有影響到後來嘅演出嘅機會。其實透露就係只重進主持啊，嘅妹啊，我想講啊，而家係切反應，而家係妹啊甜甜，所以應該是就冇買準備啊，就是直接去主持嚟用。結果開場嘅時間，那個長官啊，記得有就只表演，我下來撒紅包，我本手就很燃供安用。結果結果下來覺得我要製造效果嘛，結果開始講，哇，掌聲歡迎所有一級主管下台啦！講出來以後就發現到，個下台咧係關鍵詞，總得講出來。唔但講愛用尹婷婷，我還結果後來就是表演完之後，是沒有繞場總管的台共事總共事嘅台架，嘿，上台係主持嘛。那因為佢係外國人啦，我有撈佢翻譯，結果佢講嘅時間咯，我竟然登出了。就完全唔知佢講埋東西呢，唔記得咧。結果咧，下背就是台灣嘅公司嘅頭家是上來直接上來搶住我麥克講，唔可以翻譯哦，嗌你讓翻譯。我真經嚇到咧，結果以後我直接攞個公關公司已經講吼，兩場發通我真經做唔好，人家主持費用啊唔敢拿咧，拍攝真經東西厲害用，不好意思。但是新民有拿嗎？全部還好，真講啲啦。我其實是就好，談到咱兩隻世界世界性感度有冇強嘅感覺，不過講唔出係嘛嘅冇強咯。不過我有談過，有人講好，牛氣嘅人是係持到自家動強，平人動冇唔好，是要愛單強自家動強。其他人並唔定愛。係，我比賽是錯嘅，我把別人打壓到大，係，是要咁樣嘅感覺。不過如此性嘅人是。當好自家，持到自家當好，唔過未欣賞平人就係當好安容易。因為其實痴心老嘅我也件事情，真係就係愛擇好嘅分寸。我感覺痴心就係呢種刺眼咧，會對自家嘅地位都按散發出來嘅嗰種。對性感度散出來。有樣嘅。因為就係佢那係對自家當認同，佢做一件事情當有把握。啲動刺眼咧，唔是特別講出來，佢就會本人講哇，佢當有痴心嘅。不過我感覺痴心老拗氣呢，真係就會直接點到過來。因為拗氣可能呢，佢冇聽錯有痴心，不過佢想去佔偏假嘅痴心，變成講佢想去本配上人看嘛，嗰時候佢會調試講出來，可能會本人注意到，變成就係一種好點咧，就唔係痴心咧。其實我做講痴心啦，最高級嘅痴心係懂吃菜，就係講你做一件事情，一做到懂吃菜，做到懂分析。不過其實啦，像我按你咩係一無痴心嘅人，頭擺啲做表演嘅時節，欣賞咩會搞眼力，第一個嚟就係講，假使你真是啊懂拍攝，唔掂我用架啥冇啥嘅時節咧，就可以開啟自己第二個靈魂。一隻靈魂咧就係講，你就拍攝就是人格分裂的狀態。冇錯，有一些係按你，就係講我會先假去做一件事情。先將排泄同佢跳踢，啊就好好嚟享受一件事情，莫想按到，唔論係一下做嚟乜嘅事情，就同我本人冇關係，就先用一種假嘅方式嚟去做，佢假使你一個方法，係做講，我唔拉用咧，係要聽呢扎鋪書就會講，愛先愛切家，愛先去好好愛切家，韓國愛感謝切家啦，因為痴心其實就係切家愛上心，假使你切家就冇上心嘅話，你
用做地去要求，喊讲邀请观众好朋友，向下来去相信做嘅事情咧。冇错，我知道加下当场嘅金钟奖嘅颁奖典礼。我最尾行我感谢我自家，因为我相信我自家，我这样做得到，根本就拿到了金钟奖。冇错，还有嘅重點就係講無色角色，故說唔論係乜嘅角色，全部就係主角啦。哎呦，天哪，是曾寶儀嗎？他的語言。燈光自己調，好不好？你就是最閃亮的，OK。後生太上宮，如花太高。